来自台东县都立部落，不是我们部落里面身高最矮的，对，然后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了，然后非常开心，大家又来这边，又来这边，发扬体贴一下我的国语方面，对。那第一首歌是《月亮的如云》啦，就是还要解释吗？好了，解释一下，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哦。《月亮的如云》它不是色情的歌曲啦，你从字里行间发现它其实有情感在里面。对，人都有如云嘛，那为什么要叫月亮的如云？就是因为那一天月亮很亮，亮亮的一圈，有没有？那个老人家不会讲粤语嘛，就讲月亮的如云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他说看到这个会有大事情，那好的还是坏的，唔知会怎么样，唔知。接下来会不会中乐透，唔知。反正就是一种未知的旅程即将启程。对。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感觉加上几杯的精神性饮料下肚之后，哇，打那个情况，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以就诞生了这么样的一首歌曲，叫《月亮的如云》。拍手啊！哇！我今天的影响到此结束，谢谢校长，谢谢各位老师，请同工。呀，没有分数呗？1、2、3、4、5、6个灯了啊！那个这边有没有来自台北以外的人来的？新加坡。嘿，走，然后走，新加坡呀？哪里？新加坡。哦，你们好哎，新加坡嘞。就我们专辑还没有卖呢，怎么会到新加坡？铁花村，铁花村。哦，是，哎，苹果，好久不健康啊，不好意思哦，那个害你们没有位置坐，因为人太多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这样讲一下，我们好像很有名。我们先给团长讲话好不好？他是 MVP， 我们拍手欢迎我们的团长。很遗憾，我今天没有麦克风，不然其实按照我现在的状态，应该是会一直抢话。感谢各位到这个台北的地方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这么笑，我认真，真的，谢谢大家，还有新加坡来的朋友，你们好，你们好。好，到此结束，谢谢。原来这里是台北。哇塞，对，这边第一次来到高级的 bar 呢，有标准吗 bar？BAR， 第一次哇，这样还没有，刚刚在试音的时候我都有点昏眩，因为有点酒醉的感觉。这边的氛围也很棒啊，第一次来。我们的饮料还没好吗？好，我说你突然插了一句话，老板的那个，有没有那个治酒醉的鸡尾酒？好了，哎呀，玛丽，不要讲主意了，那个各位朋友们，最后面的有听到吗？有，挥手一下嘛。哇，好，谢谢。哦，原来有那么多人哇！今天刚刚看了统计，有34880人，挤得水泄不通啊。接下来我再加带来第2首歌曲。我先准备一下，因为第2首歌曲需要秘密武器，你们先讲话。这首歌曲是我们特别为了准备在台北地区哦，我们都是原住民这样，然后来自各个部落，男性乐团都是来自有卢凯族、阿美族啊，也有泰雅族这样。然后呢，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是阿美族所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森林》。台湾原住民阿美族最多哦，阿美族也是一个最怎么样？对，不好意思啦，我们又是第1名，阿美族。对，我以后下次叫我妈妈少生一点了。我们团长也是阿美族啦，虽然他的内双有点太内了，有点过头。对，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他的错。谁的错啊？这局是阿姨跟叔叔没有来吧？好了，我们带来这个蘸酱歌吼，阿妹是叫 Tenas。什么叫 Tenas？ 比如说你们吃柠檬鱼有没有？不是有柠檬做配料吗？那个叫 Tenas。你们吃东西，卤肉饭少了盐巴，加了盐巴，那个盐巴就是 Tenas， 类似调味料，一种心情的调剂品。哎呦，我真的很会讲话，你今天。
哎，6个圈呢啊！学长，请问芥末是不是调味？哦，芥末它也算是蘸酱啊，但是那一桌的番茄酱呢？哦也是蘸酱啊，对啊。哦，原来如此。叉子也是蘸酱啊，面子也是。请问一下，感情算不算沾酱？哦，感情不算。我今天很不开心，我用我的坏，WHY，为什么？用我的眼泪作为的调味料。所以我的眼泪也算是沾酱哦。浅浅的。我再来这首，蘸酱跟是眼泪。没有啦，我们先给很热心的服务生拍手一下，好不好？把他今天一直端，挥手一下。不要吧，不理我们。没关系，因为他正在忙，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们，我们赶快唱，我们就赶快回台东了。对不对？国堂。哦，等一下我再找你讲一下在寻找，因为他上次没有了，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我为大家带来这首情歌了，哦，蘸酱。是张网了吗？为大家简单介绍，就是说，好了，祖灵在生气，就是说，那个老人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蘸酱，这样。然后他最爱吃什么？男生女生最会抓鱼、射陷阱啊、藤心这样。他最爱配什么东西？就是蘸酱，叫本大师酱。哦，希望大家假装懂一下了哦。我带再来阿美族部落法语版的蘸酱，谢谢。